现在是第2日天早浪6点11分，园区间天站，我有得了8点3刻之前赶到上海签证的地方，首先转来头一趟顺风车，眼睛一眨，行程码、健康码核酸已经搭补片2片原片一样，成为我脑子里向永远的中国特色。埃点人侪是赚到多少坐了苏州，赶到马东去上班。大清来在4月半，回来回去为之空方兄。也不是太平天国一把好，估计上海人出国也到苏州来办签证。再想想，也不是文化大革命，谁说不能免签，至少能够落地铁。我现在为了皮带同志困觉了，7点24分，苏州后花园单子，你讲闲话拖来下巴讲，一切以辰光来证明。930路公交车10大目的地，新北门单子，再往同志走一走，汽车站下来就是咸阳商店，正经是几眼睛，后头等歇再讲。左转进入四川南路。哎呦，那2个人拿快拿门口的一个家，你们现在这里冷不冷啊？有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武安卫。来打工啊？江波兰。 4年了，到处水，冰冷的矿泉水，喝不到开水，天天有人偷东西。你的全部东西都在这里啊？偷掉15条了，车人撬掉了，没有人管啊。你有没有退休工资的？低保1100块，我77岁了，拆迁4年了，不给过渡房，不给钱，告状太难了。哦，你们不认识的？哦，我以为你们一起的嘞。下雨天我在害怕，全湿光了，不能睡觉。你原来家里住在哪里的？旁边永安路15号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呢？外乡人住了2、3千块1个月，房管所收钱，把我们赶出来。我是上海户口，出生在上海，我的父亲是全上海地下党的总负责人。整了讲，这还当故事听听。我为正经事体也办了，辰光差不多走，也只有10来分钟，目的地中山单站。 中交组俺来了哇！喂，您好，董家是吧？您到这么早呢？耶，你不是说提前15分钟吗？没有找到，正好。没事，你在那里排队吧，待会我到队伍里找你。我还有5分钟。要还8点3刻，你自家负担。竟然讲我来得早，那个就是一人员工的工作态度。实行堂上排队的人侪当我一样，能否出国取决于安上楼每个办公室里向的每一个人。所以讲，老头贴了灯盘里是500用的。 只有人高角上来讲道，才是真正的讲道。哎哟，中山海真气在，我要通过安检。现在坐了海等接海，进来只1个半钟头一站，前头还有7个人，还来分 C7、C1样商店。啊，中山澳上我站，也是的，也是的。电话发再上个意思讲，俺很不认这个讲，同你们也是一个。喂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还少一个表格。少一个表格，他是探亲访友，网站上面有一个专门的表格的。那现在你们也没有跟我讲，就让我到上海来了，那我不是白跑了一趟吗？这个表格你们没有要求我填是吧？我现在马上先帮你把这个表格先做出来，稍微等。做出来的话，那我还要叫我的亲戚去填了，填了之后我还要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是的。那我怎么办？那我这个来回差旅费怎么办？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先回苏州？你先让我挂个电话，我先了解其他事情。 叶子半日天船，来人啊分搞他进入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我交了钱给你们的，你们专业的，你不要跟我讲你不知道，那我现在的时间浪费了。第一，我现在手续费全额退款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帮你安排时间，帮你提交材料。整个验明个嘞，495块洋钿，我的辰光是白浪费脱。那个谁是一人忙办个事体，还是上市公司嘞，简直一天输讲。你都不晓得我个辰光，比你都想象的，不止100块就好。